台湾话，小混混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佚佗囡仔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：小混混、不良少年。你昨昏电视有报讲2个佚佗囡仔伫公园相抬。昨天电视上有报道2名不良少年在公园互砍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